直播了。
元帅，女将军，众位大人听了，我的朋友生命带来迎接元帅，迎接女将军啊！小女马上有力量。要不是女将军英勇无怨，我在这台不太平哎，我的这今信人不宁啊！刘元帅，你真是富将胜出，女娲不虚传哦！刘元帅有这样的妓女，真是好威风，好荣耀啊！快女将军喽！快女将军喽！快女将军喽！神圣天亮，恰是为何？他们都想来看看女将军了。哦，既然是此，那就让他们来宽上一宽。哎，儿啊！不从女中英傲为利一人，岂能让那些万夫受之管宽？快快上殿见驾去吧！见驾去吧！众位大人，请了，请。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爆快点，偏偏像老女跟爹一样的慢腾腾慢腾腾。你忘怪我呢？我叫你帮我跳一位，你为什么不肯啊？耶，是相公叫你跳的呀。哦，那这个点心为什么要抢？已经来迟了，互相骂哟有什么用呢？南京见面，一张茶铺，二次付钱。哎呦，我最倒霉，我最晦气，你那么看见，完切在一边。哎呦，见面难见，难见见面。走。请问两位，这样的闹，你们在看什么？看女将军啊！女将军，女将军是谁？谁呀？是谁呀？谁呀？老夫我两次一儿。哦，有位老上相告。好，这位女将军名叫刘金婷，她的父亲刘天华海口作乱，许出征，谁知那海口真骁勇，反把官兵来围困。那刘金婷得到信，马上领兵去救营，不但救了刘天华，还把那海口一扫平。今日办事为何来？惊动了满城的老百姓，都想看看这女将军
究竟是怎样一个神一个神？是这样这位女将军啊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我还没有看到过啦！快完吧，快完吧！看吧！哦，而且是阳光都叫我们听听。大明嘉靖皇帝为御妹秦国公子刘敬帝，为愚昧了。御出征时在东岳庙求神保佑，曾许下宏愿，今得胜回来，特赦本月15，谢神了愿。哎呦，你都可见了。从今天起，请假3天，了愿之日定时一朝，凡入京之次，不论君民神等，一律不准偷看御妹。哎呀，还是看不见呐。只有孤位，年老者挖取上毛，发配充军。看不得。年轻者转光了。年轻者立赞。哦哟，酸菜，不吃饭要死个，不看玉梅娘娘又不会死个了。我还是从我上一起嘞。我是为去跑绳子去。玉梅看不大，我还是回家看自己妹妹去。正是少有的奇事经过英勇于将军，从古大军有几人，盖不送军花木兰，血在沙上12层。我归因踏破铁门阵，怀念挂帅牛车阵，两月来过开金兵，南国千秋留美名。想不到我朝中又出刘金兵，并克救部好本领，好本领，好为民。待问其名为杰神，问其名为杰神。前朝古人却不能，我查出了于将军为什么？也是本领难接受。我想这位玉梅娘娘啊，一定长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所以不让我们大家去看的吧？我猜这位玉梅娘娘一定不会好看的。啊，为啥？哎，玉梅娘娘要是长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那皇帝也是要面子的呀，毕竟让大家都去看了。我猜玉梅娘娘呀，不是马子就是瞎子啊，不是歪嘴巴就是塌鼻子啊！皇帝为了爱面子嘛，所以不让大家去看呀。我想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一定啊是很好看，难看，好看，难看，好看。哎，相公，到了年宵那天，你带我们去看吗？去看？你不怕有相公去杀头啊？杀头？杀我们相公的头啊？我们相公是五福上书、封来上的儿子，谁敢对我们相公一根文毛 ？No， 万岁他的王邦就是官家之子，也要杀头的。你真是个胆小鬼！相公不管去，你管去啊？相公不管去啊？哎，相公，你管去吗？相公，你不怕杀头呀？请示别贵，那东岳庙不就在我读书的文昌阁隔壁吗？是啊，有没有这门口通？门是没有的哦。相公，我想起来了，文昌的后院有一个运动啊，我经常从洞里钻进钻出，到晚里就晚里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！哎呀，好啊！
在神台之下推困而家，难道就站立不得？娘娘，小民我并非是来推夸娘娘的，但望娘娘大夫是被赏我一命，愿娘娘夫人绵绵自身嘿，满口无言。小民我并非无言，实在是吓昏了呀！你既不是前来推困而家，为何要躲在神台之下？请娘娘息怒，用小民讲来。讲。是。小民本是乡下人，别问你乡下人什么人，你让他讲下去。这位姐姐说的对呀，我要慢慢地从上面讲下去呀。小民本是乡下人，家是哪里？家是在哈大门外，哈里糊涂，哈大桥旁，哈大村。什么哈里哈大？他说是在哈大门外哈大村，姓什名谁？小民名叫张小儿，至今茶笔去不清别问你甚事。只为老娘在从平，那就该请医生啊。我也曾请一声，报了牙病报亲，曾听得东岳大帝是邻人，故而我关京城，求神保佑我娘亲。恰与娘娘是奉驾到，我要出门已不能，就得我心担惊。没奈我在神台之下再上身。3天之前遭你王八高挂，难道以为不知，证明是一派无言？娘娘，这小民家道平安，总比这个说啊！难道你的耳朵也是聋了吗？是啊，我看你分明是优柔混混，巧言难色。来呀，绑下去，斩了！哎呀，娘娘啊！你杀了小民不要紧，护理无忧，把那山塞了娘亲。他怕苍苍听到上，苦苦伶仃，无人是梦，好伤心。我娘杀至我身旁，竟然是平常家贫，身上加上火囊教育，苦草是根，又是我身体聪明。来吧，娘娘，因此别让我老娘在我精彩张小儿，你老母病重，父身侍奉，求少你不死。张小儿，快回去吧。是。咦，你这个不识时务的张小儿，娘娘好生此的放你回去，你尽管去而复为。娘娘有所不知，外面御林军密布，小民出去实是难保命啊！巧莲，吩咐御林军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外面御林军听了，娘娘有令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张小儿，快回去吧。是。
是没有看到娘娘啊？我以方言为屈，因为我屈而复为。孟娘娘不在，小民为人叩谢大恩。要是为了嫁娶，我娘奉许应允，定要责骂于我。娘娘不杀你，为什么不谢谢大恩？这样一来，岂非杀得老娘气恼一场，与并不利？故而小民我再要回来，叩谢娘娘不在此恩。倒是一位知心大礼的小子。张小孩叩谢娘娘不在此恩，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。张小孩再见娘娘不在此恩，愿娘娘岁岁平安。去吧。张小孩三年娘娘不在此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长生死意。少年立志劳累用，妻我儿平凡就不醉黄风。今日里万岁亲赐赏脸饼，要为我儿女写成龙。万岁手帮的就是听听闻，不是将儿母亲用。我看那乱朝两班文武官，不管元老重臣，左右丞相，落不公卿，那一步写得我
王从。红帖留下，众位大人不解也罢。是。红帖留下，众位大人不解也罢。见惊动了文人将相背，争先恐后来做大媒，他红更替，是谁偏非正聘我儿把婚配？哈哈哈哈哈！少问我也没有情，年思外还真独此一句，我心早有此长在，绝不轻易把情配。是非身上情为美，见一个门中上愿无中愧。娘娘为夫，王爷，娘娘为夫。哦，接驾是接驾。臣接驾来是望娘娘赐配。弟弟不必如此。哎，君臣立即真可废弃。见驾娘娘。禀圣，女儿见过弟弟。罢了罢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见过王爷。恭喜女儿，哦，喜女儿！女儿喜从何来？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万岁年我儿平凡有功，就在今日早上得此赏脸宝贝。果算好一对宝贝。万岁言道，但等名称谢之驸马，这赏脸宝贝可是顶品之文。哎呀，弟弟！儿啊，今日四更起身，月庙进香，这是谁为路上辛苦了。王爷，娘娘去念香，本当早已好回来，偏偏在庙中见到了一个。见到了什么？儿啊，见到了什么？三代之下多才一生。哈，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！儿啊，此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男的。年老的还是年轻的？年轻的。他可是见到你？见到的。你可是见到他？当然是见到的了。家门，把这刁民再来与我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。弟弟，女儿将他放罪了。这是为何？弟弟用兵，他是一个乡下人。乡下人那个就在他不只为老
理。这不都是女孩的不是了？岂不闻王法难用，国法难操，你就不给轻易地把他放了？玉帝，事不到忠贞孝子，深深感而敬之，总算无法力量，也该宽恕3分。儿啦，万岁御笔听里条，张天王宝百名笑，他错完王法17天，管他小堂不小堂。你是王凤玉梅贵妃般，怎能够轻易跻身见容貌？倘算沸沸扬扬算出去，把王家睁眼一旦跑，儿的脸上要扫光彩，为父也要配成孝。玉帝原来是为了这些。为父不是为了我，为父是为了你呀，儿啊！为臣才是靠生命，今后切莫无乱言，常言道，是真是鬼，曾经从事情，世间曾宽情，非是为父多唠叨，女儿你做事太诚心。巧莲玉梅，与我回房去吧。哦，宋娘娘，玉梅，王爷，那个年轻相民，心诚名才，神爷放出了王爷问的他这人，讲他叫张小儿，家是哪里？是在什么哈里哈达？什么哈里哈达？哦，是在哈达门外哈里五渡哈达城。哎呀，什么哈哈哈啊？ 喏，是在哈达门外哈里五渡哈达城。啊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家园有，命你速达40名校尉，去到哈达门外哈里五渡五里五渡啊，不对，哦，哈达城，把那张小儿抓来见我。是，哎呦，稀里糊涂。张小儿啊，张小儿，哎，你把老夫搞得糊里糊涂，老夫要你死得糊里糊涂。
生气啊？是呀，谁叫你说话总不留神？我想这种事情讲讲也无妨。谁知王爷是此大惊小怪的，把娘娘埋怨了一顿。我是你呀，老脾气总是不改，都知你知道些什么，必要讲出来才痛快。也可要改了你。以后我再也不管开口了。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？娘娘，刚才都是我讲了的不好。哪个怪你嘞？快起来吧！多谢娘娘。强灵姐，我知道娘娘是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桩事情都怪那害人的张喜儿不好。怎么能怪他？不是他，怎为啥出这种事嘞？哦，娘娘，你还不知，王爷派了40名校尉去捉那张喜儿了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咯。哎呀，你这快嘴有的时候是好。娘娘，什么时候是好啊？没有什么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听说是弟弟名声去捉他，不因我心中乱是马。哎呀，弟弟呀，弟弟，你的少孙自己也少孙，以后必苦苦将他整瓦房。真把我欺负不了，为何不为他擦去呀？他是本人强下人，为娘去身到庙内，听他媳妇本意，分明是一向他的泪。再看他粉面红尘，如何去浑身不转换变回，举止引动都平了，难把他的真相给。谁信他是个中天皇？谁信他为娘去成为？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小民都庙内。哎呀，弟弟呀，弟弟，你虽是名人去捉他，一定是空手而去，空手为。
明。
与王爷知道。牛妹，怎么无地无道的就去禀告王爷了？娘娘她怎么在这里？哦，莫非是昨天被王爷埋怨了几句，又发生性脾气了？不对呀，他为什么要叫张小儿呢？莫非是他在庙中见到了他？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牛妹带路，牛妹前来一声道。是一汪冷水打流江，激得我双手冷似冰，激得我的魂怕响。哎呀，孩儿啊，你病了！女儿，我没有病啊！哎呀，用眼教材真是无病！来，弟弟，我没有病啊！外医生来了。哦，快请他上来啊！你困一困，你困一困。参见王爷千岁。罢了。哎呦！那是娘娘千岁有病哦，原来是娘娘千岁有病啊！得小姨为娘娘千岁安马。请。哎，丫鬟姐姐，我这里有红炉2扇，请你见娘娘千岁风水的没写上，要朱红玉绿啊！哎，千万记住，要朱红玉绿。知道了呀。好，先生，请。先生，你与娘娘千岁看病，可要谨慎小心呐。请王爷放心，表说是与娘娘千岁看病，就是为平民百姓看病。小姨也是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与病人出力。娘娘千岁的病源，你可要特巧的诊，可不能妄下定论啊！休要王爷吩咐，小姨欲须四训，事先要三思而行，思要三思而定。吾是经有2年，至今日刻骨铭心。不是小姨在王爷面前夸口啊，无论是大病小病送病请你。先生你太啰嗦了。请。娘娘可明白。好。先生。先生，娘娘生的什么病？哎呀，此病似下非下，似进非进啊！哎呀，不好！娘千岁，没相信我啊！哎呀，什么猴子？先生啊，什么猴子？哎，先生，什么猴子？先生啊，什么猴子？哎呀，儿啊！
对呀，不对呀！方才先生言道，母儿治病，是下非下，是进非进，事情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发笑，莫非得了风平了？哎呀！哎呦！一定是被堵在神雷底下的张小儿吓了一跳，吓娃了啊！带我去禀告圣上。哎呦！王爷，接娃了哦！一位是呀，一位儿闹，一位儿笑，什么是下非下，是进非进？买了你呀，前台风华草上人买了。
相思自空门户不当难成我妹子里小灵儿换上几大变，深深地观出婴儿，我这万情相思难杀透。才公可知分。
什么事啊？大惊小怪的，玉梅娘娘要死了！你说什么？玉梅娘娘要死了！玉梅娘娘，我没有死。啊！玉梅娘娘，我没有死。不过病得很烈，你们是怎么会知道的？外面王邦告过，王邦怎么写？报文我是背不出来的，不过人家讲的我倒记得一些。人家怎样讲？你快快告诉我。喏，玉梅娘娘出门烧香，当晚得病，我当心可有听言？关于宽病难开一方。为什么呢？哎，相公，我刚刚想起，对，被你一猜，还有忘。请此。我想起来了，说到玉梅病的一样，是风是电，身子身上飞呀飞进，难用一方。接到王爷三五之诏，立刻进宫追命君王，早已宽病，奉旨挂榜。哎，相公，我有伤嘞。伤什么？狂哈病症，封官王王，国牛为官王家千两。还有那邻家一条隔壁送上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上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上。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，外面我挂的王榜，亲为上皇。我这里快到奶奶相思恨，他那里领带难以心头平。苗苗一见心相印，同病相怜是心更深。常言道，心灵只要我心呀意，家令万事我记灵存。他在我同去不罢。哎呦，怎么了？相公，我上次对我一直讲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好呢。好，那你与我开水说话，请死。与我买套衣帽一样，说去说回。请死！快与我买套衣帽回来。你这个人，帮人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圣堂，一说到府门瓦等儿，其帮人也来，速来通报。
老夫彻夜把名义放，吾儿有凭无人义，道教本法随断肠。真狂徒张小儿害我女儿拼一场，再苦恼。我命叫委屈，阻挡走遍了大唐小城，凶杀平阳，哪里有阿里糊涂哈大成？更不知这小子才何方？王爷，这旁生来了，夸夸有趣。有请这旁生。王爷在上，小义有礼。先生少礼一旁请坐。有王爷在此，哪有小义的所谓？先生乃是与娘娘前山看病来的，哪有不如之理？此次小义方是告诉。请问先生真姓大名？凡生姓许，草氏金家。哦，许金家，许先生，不知先生是哪一位名义所传？啊，小义乃是家传，我也是第九代了。听先生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之臣啊。小义乃是他乡因而来。半生本事一家儿，就得因经黎明，自有是同来公呀幸福，长啸神龙奔草径，内外二部可可为，真有推怒娘娘亲。此方荣雅心意，关山高大爱平平，愿无一所年把名为称。非是万生花海口，关于华东必本领昨日我来到京都里，闻听得玉梅娘娘禀报亲，孤儿我太太来接报，原为王爷要为难。先生真是成人君子。先生生的一得无儿之病，本番报你才饶为过。哎，王爷，小义非为救国而来呀。那你为何而来呀？那，请小义的为力，乃是玉梅娘娘奉替早日仙女，我娘已在了。哎呀，先生真清高得很呐！家园替先生摆酒接风。哎，且慢。王爷，这9人可也配
不能无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先生真不愧是9代祖传的名医家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财神童儿，快去见过王爷。见过王爷。罢了，家园得先生的童儿去用过9万。是。巧莲。见过王爷。你快去见过这位与娘娘宽病的9代名医徐先生。是。见过徐先生。啊，这位姐弟罢了。巧莲，你快去禀告娘娘，使我即刻陪伴先生同上宫楼。是。啊，徐先生，请啊！啊，王爷同去，理当奉陪。啊，此事有了，王爷。先生，请。天赐名医，皆王莽，母儿的病愈有四方。他陪我到宫楼上，岂非要是破我营房？陪我向我太平地，单身上楼为红妆。先生，前面已是宫楼了啊！哦，王爷稍待片刻，待小姨特下须知。先生特许则成。王爷用兵，娘娘前世有病，奉体定若虚上，传须登楼，脚步慎重，定要震动楼板。惊动了娘娘的凤体，没条就要杀上。这样一来，就难诊断娘娘前世的病来了。故而我要特许登楼呀！这特许登楼，有若先生斟酌，本番于心不安呐。哎，为了娘娘前世，我是唏嘘小先生请啊。哎，王爷，有何事啊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何用小姨讲嘞？本番一时想不起来，请先生明讲。麻烦王爷。啊，不妨。王爷桌上穿的高须嘛。先生让本番特许登楼。哎呀，又是王爷的关系呀！不莫先生明讲，本番特了须知，就不为应走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小爷子，这穿须登楼嘛！哎呀，这此次请先生一人登楼，本番在先听实言伺候。小姨真嘞！哦，王爷，这是的吗？哎，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哎呀，我看我是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先生请，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请，哎呀，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送王爷。为领协和刘万王，一见面子也平常，长进二官把二官唱，他让大儿把宫楼藏。
王爷才要举止不为之路，故而他命我一人来的呀。徐先生为我要特许登楼，乔令子有所不知，才许登楼，脚步人中，定要震动楼拜，惊动了娘娘的梦体，马条就要失上。这样一来，就难争夺娘娘前线的兵力了。故而我要特许登楼呀。徐先生果然是与众不同。先生稍待，待我去禀报娘娘。娘娘，王爷他们又来，徐先生也果然来了。是此甚好，快叫徐先生下楼去吧。娘娘，徐先生乃是接了王榜，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能不让坤嫔就叫他下去呢？哎呀，巧莲，我们有病宽些什么？娘娘，你虽然扶贫，我看你近来人事恍惚，心神不宁，如此拖延下去，总会不胜大病，还是困一困的好，困一困呀。乔令子，徐先生，请慢啊！哪来？什么红了线啊？什么红了线啊？咦，你这个做医生的，连这一点都不懂吗？哦，倒要请讲。那么你听了。两根丝线落雨红，听线断不断几水，你是举来家做医生，难道是这千线万马都不懂？千线万马哪一部想出来的呀？千线万马是公定用，官家医生都不懂，四道内让医生会，官兵不用金房中，你是想见出医生，难怪自己不精通。乔令子，难道是许多名医生来与娘娘看病，都是千线万马的吗？是的，怪不得难夺娘娘之病了。此话怎讲？乔令子，看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此日还弄不清？小小两根红了线，爱马真为爱得真，这不是用意无能害贫家，难怪娘娘病不轻。真的是骗人的吗？是啊，那这爱马生病，从马跳地，强实快慢来下断病情，必须要按得真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如果稍有不正，岂非无碍平生？那这千岁爱马疾病不畅，是风吹煽动啊，是楼摆震动啊，这楼摆震动怎能端正疾病？我们徐家从来不用这无人之计呀。是吗？那九代相传就是平手爱马，短兵之身，都能压倒病死。对，徐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。没有这点小本领，万贯闲来去报。乔令子呀，还是听娘娘平手爱马的好。这可娘娘不肯。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。翠，快禀我有什么来意呀？no，来意真诚。好，先生外面稍待，让我去试试看。娘娘，徐先生说千线万马难以诊断病因，是平手万马，请娘娘听的。他不知道这里是宫里吗？娘娘，你当言徐先生为你看病的来意真人啊？宽平我有什么真人不真人的？娘娘。
是万花宫。石先生，请。哎呀，娘娘在上，小意有礼。石先生，快与娘娘鞍马吧。啊。石先生，哦，娘娘的王爷啊，有4-5天了吧？是的。啊，娘娘是上头昏莫晕吧？后座关少不关少？是不是是人是你？他有人也不偷啊？石先生，请。石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？据小姨看来，娘娘是冒受风寒。冒受风寒，病为这样重吗？是要诊断旁的病因嘛？需要看我娘娘脸上的气色时候啊。什么？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？没有了，这怎么使得你？你与娘娘平生完吗？我已非人开着，这我可不敢讲了。乔丽姐，娘娘在病中必定关护身亡，你该好好相劝才是啊！好，先生外面稍待，让我再去试试看。娘娘，石先生说，只要诊断旁的病因，还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。分明是一派胡言，前来戏弄于我，不要看了，把他轰下来去。娘娘，不妨让他困上一困，把他轰下来去。是。乔丽姐，分明是一派胡言，前来戏弄娘娘，不要看了，快与我乔丽姐下来。乔丽姐，哎呀，你不要杀得娘娘生怒，性命不保，快走吧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来替娘娘看病的许先生啊。许先生，此人好生面熟。乔丽姐，乔丽姐，什么事？那个医生好像是东阳庙中见到的那个张小儿。我也在你心，莫非他就是张小儿？也在娘娘在了，我们一同去看看清楚。请赶快。莫不是养虎孔子冒雷同，他儿身也是生得一般样。莫不是张小儿与许先生先后都是应真相，巧扮小民精妙总是金玉，巧扮玉生共雷场。管他是真乱是假，我要亲眼一见，心才放
盛大聚在这一朝，但愿得天同人愿起来成。娘娘，石先生来了。巧莲，我想观看脸色，总算不雅吧？娘娘，他要看脸，你就讲他看脸好了。好，那就让他来看吧。巧莲子，石先生，娘娘命你进去。我是要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，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一面。此际，许先生，请娘娘看病吧。许先生，娘娘到底得的什么病？娘娘面色微红，此乃非日生火，百姓为了清营，必定身受血迹。我家娘娘啊，一定是被那个害人的张小儿杀了一下，碎了精了。娘娘在百万军中三千不怕，我为怕这个短命的张小儿。事情虽然已知娘娘的病因，万事不能无下论断啊！为什么？需要看过娘娘的神色，才能下断。看气色为断病情，看神色这人。哎呀，娘娘，上言道天子精神上于十月，地子精神上于五谷，神子精神上于双目。上言道目中有人，人快神作，寡儿可知其真，不但能断其病因，还能治其病根，是不困伤我，就难治其情了。是此许先生，你来看吧。娘娘。还要请许先生看病啊？是的，看病有怎样看法的呀？这都是第一位看见你，第二位啦，第二位啦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！
世上，花朵落丹，扶摇扶摇，花朵枕上，愈压愈远。娘娘，你又何必瞒我？我瞒你什么嘞？我不敢讲，是你讲嘞，多谢娘娘。王爷是你有平日，我已了你有心事，从此对你上留意，月明娘娘不说事，你梦中常怀张小儿，年年不当千心事，千心事，哎呀千心事，昨天决策喜气事，许先生与娘娘看神色，是我想得不义之，你是家他是好，传心门门传心事，我的说话对不对？难道娘娘要看事？你是我的知心皮，又是送来帮我你，只为此事非小可，因此我本在心中从不的，是今已经先明白我有意思，曾问你昨天来的许先生是不是在庙中见到的？我看这位许先生绝非是同真命的，应是庙中见到的，此心放下到此地，今日他要上回来，你可问问他的心。只要判明他的心，我就可以停止意。但愿神神保佑娘娘重新是与娘翠。昨日太平路行为，真心真意从来采。今日再次公路上，但愿能把你同见。许先生，啊，巧玲子，怎么你又是一个人上来？哎，是啊是啊，哦，我家王爷又是怕高兴，正当来班吗？是啊是啊，啊，巧玲子，娘娘今日平身伺候啊。反而加重了。哎，你到哪里去？我无法使得娘娘治病了。咦，你不是说早已知道娘娘的病源，怎为又夫妇使得娘娘治病了呢？这，哼，老实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你看不好娘娘的病，今生休矣。进去。哦，啥子？待我禀报娘娘。
徐先生，娘娘命你进去。娘娘在上，小姨有礼。许先生禀我看他脸上完全不平庸，昨日今朝大不同。相长相爱，身影面貌显相同。他若是有真心意，我定要看出他口风。许先生，请坐。有娘娘在此，哪有小姨的座位？徐先生与我家娘娘昆明，岂有不足之理？走吧，走吧。此次告诉了。不知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？徐先生乃是神医，我家娘娘啊，已不药而愈了。不言而喻。不知娘娘千岁今日命小姨上楼，有何吩咐啊？许先生，我也一时动分。娘娘请讲。许先生，你真心啊！娘娘，许先生当然是心虚呀。夫君何此？哈达门哇？什么地方？哦，哈里五都，哈达村，哎，哈达村啊！府上诸户顺利，祖上八代随意，我已是第9代了。府上共有几人？家里共有6人，哪几个？弟弟母亲兄长嫂嫂还有小姨我，四两五谷还少一谷。还有一个是谁？是妹妹呀！啊，娘娘千岁，你闻得小姨我这样仔细责任啊？这头冤家为什么？反被他问得难回答。听他话像真与相加，叫我是否相信他？你搅拌小民搅拌一生，三番两次前来戏弄于我，你当何罪？哎呀，娘娘，小姨我真的许先生啊！大胆！你不肯讲真话，查得我怒气发，我定要将你。老老实实对你讲，实实在在我本是风什么？我是风采不当，雨林不马，秀才家传自有自信。
前不嫁的许金家，许金家，许金家，许先生，万子许先生。哎呀，巧莲，他不肯讲真话，你还与他讲些什么？困境。哎呀，巧莲，你当时讲的真话呀！巧莲子，巧莲子，巧莲子。将他五花大绑，锁在旧处，秋路当过有机失踪，所以这好嘞！哎呀，巧莲子，我说这是你我娘娘的不是了，怎么倒是 A 家的不是了？娘啊！男生去把来看病，至于凤牙杀飞行，这老是今日来赴庆功宴，那是叫娘娘把开了天门城，是这般恩作寿，是不是要是破天下的一家，怎会再有个孤星？不讲真话，是呀，你以为要张小儿，以为要许先生，将我家娘娘是我相信你，讲吧。好，我就对娘娘呈讲了。亲娘，我不心虚，我也不心脏，不是旧的名义。也不是第三郎，实实在在我本姓封。猜不到吧？不是啊，我弟弟名叫封来堂，父母上是叛君王，岳声名叫封家金。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？等得娘娘为民光，又听说娘娘才貌似无伤，我心好奇若一见，因此小办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又要介意来进房？这个要生我不管讲，你官场庙上官上公人，你这些句话都不敢讲吗？讲吧，讲吧。好，娘啊！自从庙中见娘娘，终朝每日常思想，我将心事禀母亲，家政亲妹大夫上，谁知王爷不允婚，说什么娘娘的婚姻非寻常，许亲万岁做主张，放一个文武全在的长院郎，家政不
家有生这一场，我从此无心做文章，一片思念却难忘。这前得知娘娘病，有文挂上早已帮。我先推家可思量，娘娘之病一身长，要讨娘娘平更愿，因此我大大把意来去帮。有王帮在此，请娘娘仔细地看。你们下方早为登上，他那里把我一讲明，我也可以放宽心。带我去取车上脸皮。你是谁与他做什么也求你定终身。我家娘娘啊，念你宽礼有功，建功实在。那回去吧。巧莲姐，哎呀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却是为此而来呀！宋妹妹，我不是一种王八。上年辈是无家宝，莫让为我去自小。当着万岁承继他，曾说此宝是月老，才认得此上年辈与他把手共家老。今日此宝落我手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。刘天华，你不可将女儿终身许配于我封家境。如今你女儿已将宋林宝贝认进于我，给我回家去背明弟弟奏明万岁，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上前来迎娶。到那日气死了我封家境，希望你这老爷母娘娘千岁，我们同往再见吧。封家靖啊，封家靖，你交办一声长进宫楼，戏弄娘娘千岁，与我上帝见家去。光了。许先生把饭放上去了。呀，不好！
有，此人一到，速报于我。是，风雷上就见。禀王爷，风雷上就见。这个老匹夫，定是为他儿子求情来了，命他进见。是，风雷上觐见。奴才做事太荒唐，你何可非我破坏是身伤？后当快儿的两把为我结得无自彰。弟弟，孩儿乃是结帮狂兵，何为苍劲公路？娘娘亲自养育，又怎是戏弄娘娘？奴才，你苍劲公路戏弄娘娘千岁，这是谁不该斩？娘娘亲自上来报备，也让孩儿兄弟，弟弟请快，怎有此事？吼吼！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奴才，你的说话不小哦。下官奉令上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，冯大人来见本藩，为了何事？王爷千岁，千不是，万不是，都是下官的不是，不该便是教子无方，宗旨有道。怪人我今日得到法上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。呵呵，所闻冯大人私家年轻，教子有方。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身犯何罪？长进公路戏弄娘娘千岁，该斩不该斩？哦，犯了这样的弥天大罪，理当本斩的呀！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这位长进公路，他是借了王帮而来。他借了王帮，乃至于娘娘千岁宽禀，这是他戏弄娘娘。既然他戏弄娘娘，娘娘为什么不将他提罪，反而是他这双面包庇？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方，还是王爷千岁的私家不廉呐？老匹夫，情况当中羞辱本藩，来呀，将他轰了出去。是。这将凤家军开到坟上。蒹葭娘娘，他不上于追命身上，追命。蒹葭娘娘，名声。儿啊，你到法上这身，看来就弟弟尚为封家公子，应斩不杀。弟弟你斩他不得，我为何斩他不得？他是有功之他人，功在哪里？你和女儿之比，他真为宽比，不为宽比，女儿真为贤愚。这他是假扮医生而来。弟弟，此国道只有恩将恩报，哪有恩将谁报？哼，为吾斩他不得，难道万岁也斩他不得？弟弟，你王榜之上可曾加上一条？加上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年龄相仿，早为多少？弟弟呀！
他誓言对你讲，儿与他已经定鸳鸯。弟弟不曾将他斩，岂不是叫儿的终身随空放婚姻大事非儿戏，应用为父所赐张狂，化为尊公留去，免得把皇家体面一扫光。弟弟，停战不杀，巧言有后，我把封家公子放了。成果。弟弟呀，得分家的随恩，当报永显，一元报得不应当。弟弟不曾将他斩，儿与你上金殿，面见兄王。你大汉前人无论意，无论意，你把为父当作什么成？黑水那父鬼退到弟弟，黑父亲自来迎。三之下，妻子，神之下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刘天华所在封家境，叫班一生长进宫内，希望愚昧千岁一日，延续皇政，本应将在。过年搬家多年，咱将功所在，经国王作旨，将愚昧众生匹配封家境为妻，接着完婚，切此谢恩，万万岁！至此，王爷千岁，封大臣。亲家，亲翁，拜见爹爹。罢了，罢了。有大臣，快起来！王爷千岁，万岁子将这对仙人进了金殿，万欢教为盟，送玉梅木马，金殿万欢。
啊！